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3，诗篇145篇14节安尼讲：紧若跋倒的，耶和华扶持因；紧若受压制的，扶因起来。三甲来祈祷，扶持跋倒甲受压制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的源头，活命的拯救，生活的快乐，心灵的平安。主啊，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倚靠甲帮站。愿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跪落，承认阮是软弱卑微的人，需要你的扶持甲引带。主啊，伫这个充满挑战甲困难的时，阮知你要帮助我，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上帝。主啊，伫生活中，阮有济的艰难；伫生命中，阮也拄着济的苦难。主啊，总是你听阮，你应阮讲，紧若跋倒的，你要扶持因；紧若受压制的，你要扶因起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